大王來了。爱妃不必多礼。爱妃啊，寡人想你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，这是寡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摘花给一个女子。谢谢大王。嘘，爱妃啊，今日屋里的灯光为何如此昏暗呢？今晚月光好，如果屋里太明亮了，反而辜负了月亮的皎洁，对吗，大王？爱妃果然好情趣啊！爱妃，寡人，今日這般涼爽，愛妃為何手持羽扇呢？因為臣妾喜歡妙目傳情這4個字。好一個妙目傳情！在寡人眼裡，不光是妙目，你的一舉一動，無不在傳情。子歇，夫子，你久等了。为师刚刚完成新政12策，几日後便可呈給大王。這新法主要以軍爵平陸、任賢能、賞戰功、削冗官、拓荒地等12條法令。楚國的疆域大於秦國，根基深於秦國，人才多於秦國。若能實行新政，必將稱霸諸侯。大王倚重夫子，若是這新政12策得以推行，千秋萬世將勳記夫子的功業。新政推行，雖大利楚國，但必然會招致朝臣勳貴們的怨恨。老夫但求不像伍子商君那樣死無全屍即可。眼下秦國崛起太快，我怕他們不會給楚國太多的時間吶。夫子不必過慮，五國使臣將齊聚郢都，訂聯盟合約。楚國又是合縱長，有這6國聯盟在，即便秦國崛起的再快，他也不可能一口氣併吞6國。說得對。哎，這麼晚了，你找我何事啊？夫子，我有事相求。你說。月公主因為得罪了威後，被杖責關押起來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懇求夫子幫助疏解，解救月公主。哎，月公主是個身世可憐的女子啊。好吧，欲治其國者，必先齊其家。後日大朝，我便竭力陳情，請大王出面詢問此事。沒有罪名，誰也不能把月公主如何。然後，你就可正式向月公主求親了。多謝夫子成全。快點兒！對對對，小心！對，就放到那邊，抬到那兒去。對對，放這兒，就放這兒。我看，好，放到案幾上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快起來！姐姐為酒宴已經辛苦整日，何不坐下歇歇？今日妹妹生辰，大王特別賜宴，你又不喜歡熱鬧，別人只好作罷。今日只有姐姐和大王替妹妹慶生，若有差池，豈不被大王怪罪？姐姐一直為妹妹操心，妹妹真是感激不盡。此生無以回報，只有來世為姐姐做牛做馬了。妹妹再這麼說，姐姐可真生氣了。
你等等啊，那盆花放在门口。是。大王快到宫门口了。知道了。哼，妹妹。天已黄昏，你是否觉得这店里有些昏暗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平日里我劝你与大王单獨相處時燈光要幽暗，那是為了讓大王只看到你曼妙的身材，而忽略了你的缺憾。可今日是盛宴，燈光過暗，一是不吉利，二是壞了氣氛。那可怎麼辦？我想，何不把那九尾天狐燈拿來，放到妹妹身後高處？燈下黑的道理，妹妹是懂的吧？既照亮了大殿，又照不到妹妹，你覺得這主意如何？姐姐好聰明，我這就進去把九尾天狐燈拿出來。妹妹快去，別耽誤了時辰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爱妃请起，都起来吧。今日寿星何在啊？臣妾不好说。美人病了？美人妹妹没病，只是回去取九尾天狐燈了。取燈就取燈嗎？有何不好講的？可臣妾認為，美人這麼做，不免對大王太為不敬了。那盞燈是愛妃送給美人的吧？更何況寡人看來，那燈也沒有什麼不好啊。正因為好，所以才被妹妹再三討要，我不得不給她。竟是她向你搶索的？愛妃，你寬容大度，待人溫柔敦厚。魏美人剛剛入宮，一盞燈而已，小事一樁，給她就給她了。可她討要的理由也太牽強了。什麼理由？愛妃一向心直口快，今日為何這般吞吞吐吐？有寡人在這兒，但說無妨。